人讲汉药行一年差不多会有200件往下多，看起来人家认为买下的传统产业，还是有人希望创新改变。其实2年次嘅5万两、5万生也两兄弟，屯路卡嘅汉药行事业接下来，用乡下过实行嘅文创来做，用过集群乡台人嘅理念来讲千年传统嘅汉药文化。而你想去向后生人行入汉药行。请到汉药行睇乡台社會嘅新定位。不是哦，它是什么？有点像什么？鹿角。有没有闻到？哇，好香哦！香吗？欢迎我。好重。一下拿等櫃桶破殼，愛生人嘅來皮看咯；一下又拿出錄用，愛壓掉生人嘅團看咯，係乜嘅東西？櫃桶點尾一等老熱，新北市心中也看朋友店，盼細細藥房師傅聽樣樣，愛生人嘅吃些來認識很有文化。因為他們不認識，那你開放藥行本身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。但我們做的不希望只是走馬看花的，而是這些藥行怎麼跟你的生活做連結？我們如何透過五感讓小朋友了解哦，原來我要如何從一個植物，然後變成中藥材，然後到變成客人需要的商品。零在哪里？零在第一格的地方。好，婉瑜，好，妈妈成功了。这样有幾個？10個為一大格，2,2700，這一顆特別大。我係聽樣樣，唔是講天從咩愛意等實際來做看咯，也就是師傅該專心嘅學按用嘅用力等，看哪一粒動作太快一衝誒。要一直前後滾哦。用腳起針，讓眼槽就會囤藥材，眼到悠悠，耳到咪絲。細師傅做一邊過，就講食材冇按改。就是動作要快一點，要保持平衡，會比較快就順一點。它好像慢慢快要接下來關主這一關的關主對，那我覺得讓小孩子認識一下這些東西，我覺得還不錯，讓他也多一點認識。而家台灣嘅漢藥店當然差唔多有200間溫無客，所土做的廣告價，就係冇34歲嘅5萬兩、5萬生兩兄弟，3幾天愛來接也做工業，行見門地位嘅愛騰嚟到時推，今日行聽宜蘭創意中心開業分店，想係改到後生人嘅注意。然後再加上我們讀過大學多少2學分，其實最大的。藥劑嘅杜行嘅唔係藥嘅係漢藥茶，然後托好愛生那種茶，咁嘅就會做出飲藥嘅、雜藥嘅嘢用嘅。而大家看到農擺漢藥店係做按到乜嘅條路？全部的茶都是用台灣茶去加上漢方的元素去做一個組合，像是台面上的這一款呢，其實是叫做不覺曉。那我們就是用台灣清香烏龍配上我們銅鑼鄉產的菊花、貴妃棗以及我們的就是茵陳，那茵陳其實是青草茶的原料，那我們就把它做一個組合，然後丟到我們的這個漢茶壺裡面去煮。創意是需求而產生的，我們很多的現在的市面上的一些用品，或者是很多的生活用品，不論是肥皂、香皂也好，或者是茶飲。它其實跟中藥跟漢方元素是有關係的，那只是我們只會從中藥行的角度出發，去把它做一些連接，那這應該就是我們在做的事。年菜種下蔬菜個小先生，有地會用苗為用藥茶咩？後本民眾有必要嘅世界需求，我們身體點杜行打造為現代嘅藥茶咩？為民眾來體驗。有24個藥籤，那24個藥籤呢，我們把24個藥材的藥性換成一個正向的名詞，我們就把這個藥籤呢，寫一個正向積極的一個詩句，去鼓勵人心。因為早期的藥籤呢，是用來治療人的身體，讓人就是健康、幸福、快樂。用創新的手法來包裝傳嚟反古仔嘅漢藥文化，一旦難了解嘅文化，一下被變價改成人行業。
兩兄弟喺行年前還帶入企業食品系統，重新設計漢藥店嘅鋪頭，同時改變漢藥材嘅包裝，來克服現代人嘅需求。安尼後生人未夾過窩來交關，唔過頭下馬講愛改變，一定嘅也愛難免會受啲。兩兄弟嘅吼，都開始那印兩款嘅以傳統嘅中藥來得去變。那了解人做啲使用嘅方式，都開始袂，真嘅袂擔心啦。啊，不過，伊個成日咧係用做示範安尼得去塗汰開咧，咱嘛相信佢嘅能力，所以都不驚去做法啦，啊，感覺了經驗嘅來，啊，愈做愈穩啦。你生活在當下，你必須了解整個文化跟我們的政策方向，那你年輕人必須有創意、有創新，那有想法，那你才會有一個 idea， 那往這方面去發展。你必須在這個環境上競爭，你就是必須努力。你有看到這個數字，這是168的，好看的話，聞到味道嗎？好。兩兄弟屯傳統漢藥用文創嘅新手法，後生人通嘅實力反應來表現。唔單止屯漢藥店前導提現代生活嘅新天地，同時未有更多做強產業嘅人員上菜嘅來拜訪。我們的立場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翻譯的一個工作，或者是講述這樣的一個故事。那更想的就是延續這樣子的一個精神和味道。當然不是說全部都照以前的方式，是它一定有跟現在可以有很平衡的一個做法。那我們就把這些做法帶進來。為什麼我們要用這樣的方式呈現？是這樣的，我們希望中藥行可以活在這個時代，活在用這一個時代的面貌去讓世人所看見。那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一個目標啊。上海人有專業嘅基礎，後生嘅有創新嘅想法，傳統漢藥店就有個新嘅面貌。歸陸客人共同合作，行出一條又傳統又創新嘅路。